到这个，我今天已经来到教室了哦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现在手把手来教大家一下怎么剪片哦。好，有一些有那个 VSCO 功能的，就是我刚刚推荐那个 VSCO APP 下载。好，比如说我的手机嘛，我就这样子打开来，我刚刚下载的东西，每一只手机都有哦。打开来，这样子是不是？那我刚刚已经拍好我所有已经这个影片了哦。好，接着呢，我去选好别的，上面有1、2、3、4、5，差不多是这个。手把手，祷告手。我们在这个教室里，每个人都拿着手机，就是要来学习怎么来录制手把手、祷告手，让大家的家庭一起分享祷告的时光，可以更有内容，更有一个话题性，可以展开家庭之间的对话。在圣经当中有这样说，我劝他们都要在主里同心，我也要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他们，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同荣同苦。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起做工的，他们的名字都要记载在生命册上。是在我们的家庭里，我们或我们的群体，我们都需要一起来同工。这次手把手祷告手的这一个，大家一起来录制、来剪辑，其实社区的朋友也一起来同工哦，好不好？我们也来分享在我们家庭当中。今天要感谢我们可以一起来同工、同苦、同欢乐的事情，带导有哪些事情对我们的家庭要一起来同工是很有挑战的呢？当然，在家庭当中，我们曾经一起来经历一件什么样一起做的事，让我们印象深刻。这件事情让我们现在想起来，都能够谈起来是非常的感激，或非常的影响我们的。去看去，记得去。对。